劉國雄14K 大佬，號稱搞事雄，被人稱為香港車神同絕命毒師。佢同世紀悍匪張志強嘅結拜兄弟情，成為咗香港江湖傳奇之一。無論係賽車、娛樂圈、江湖，甚至毒品生意，劉國雄都曾叱咤一時。喺佢嘅人生中，有過無數高光時刻。劉國雄生於1960年。祖籍廣東台山，當時佢父母生咗唔少兄弟，而佢係最細嗰個。劉國雄上面有4個哥哥，分別係劉國晶、劉卓芬、劉鼎芬同劉國華。佢哋父母俾佢哋嘅名都有一個芬字，明顯係希望自己嘅仔女將來有出息，飛黃騰達。不過佢哋冇諗到嘅係，幾個仔居然會選擇用違法嘅方式去出人頭地。劉國雄喺慈雲山貧民窟長大，嗰度生活環境艱苦，俾佢帶嚟唔少磨練。為咗幫補家計，劉國雄10幾歲就已經退學去打工，喺附近一間汽修店做學徒。佢對汽修特別鍾愛，對車輛嘅興趣同技術係佢喺江湖上立足嘅關鍵。喺汽修店度，劉國雄勤奮學習，技術不斷提升。佢特別對豪車有興趣，每當有人開豪車嚟維修，佢總係忍唔住要開出去兜兜風。正因為呢份對車嘅熱情，佢慢慢喺圈內建立起自己嘅聲譽，同時佢亦因為同人結交而建立咗唔少人脈。佢喺整車嗰陣時認識咗貓仔陳振華，對方係慈雲山13太保之一，係一位喺江湖上有唔少名氣嘅人物。佢哋由初識到熟絡，貓仔甚至收佢為門生，並帶佢加入咗14K 社團。呢個關鍵時刻為劉國雄後來嘅江湖生涯奠定咗基礎。加入14K 之後，劉國雄正式踏上咗江湖嘅路。佢喺貓仔嘅提拔之下，慢慢由睇場嘅馬仔變成咗社團嘅中堅力量，負責唔少重要業務。佢鍾愛汽車，亦因為自己嘅賽車天賦喺賽車圈打出名堂，喺唔少比賽中奪得獎項，俾人稱為香港車神。1984年，有次劉國雄喺山上開 AE86 休息，一部 GTR 從後面駛嚟，兩個人打咗個招呼後，決定離場飆車比試。結果劉國雄技高一籌，成功擊敗咗對方。呢位 GTR 車主正係後來成為世紀悍匪嘅張志強。兩人因賽車而結識，逐漸變成好友，甚至結拜成為兄弟。張志強對劉國雄嘅車技佩服到五體投地，劉國雄亦對張志強嘅膽識同野心相當欣賞。兩人嘅友誼因為呢種互相敬佩而越加深厚。佢哋嘅友誼唔單止限於私人層面，仲發展到業務合作。由於劉國雄出色嘅賽車技術，加上當時香港電影業蓬勃發展，唔少劇組為咗融入真實嘅賽車元素，邀請劉國雄擔任技術指導。就係喺嗰段時間，劉國雄開始涉足娛樂圈，並認識咗成龍、李秀賢等娛樂圈名人。喺娛樂圈混熟之後，劉國雄嘅人脈更加廣泛，開始喺江湖上打出自己嘅名堂。不過佢唔單止係賽車高手，更係毒品生意上做得有聲有色。1986年，14K 社團內嘅荷蘭製毒專家俾其他社團挖走，當時社團內嘅粉檔就斷咗貨。但劉國雄以前經常跟住呢位專家，耳濡目染之下，竟然成功自學製毒，並製作出媲美荷蘭專家嘅毒品，令社團得以繼續經營粉檔生意，並因此獲得14K 社團大佬佢哋嘅信任，地位不斷上升。劉國雄拉住哥哥劉國晶一齊喺元朗搞製毒，佢哋製造出嚟嘅毒品成為咗14K 主要嘅經濟來源。佢嘅粉檔事業喺當時非常成功，令佢喺社團內地位日益重要。但做呢啲傷天害理嘅事，遲早會出事。1987年，劉國雄手下嘅一名同黨被捕，佢擔心會被供出嚟，竟然膽大包天，扮成律師事務所嘅職員，親自入獄威脅嗰名同黨唔好出賣佢。呢種膽識同手段，令佢喺社團內更加獲得尊重。1992年，劉國雄最終被捕，被判3年監禁。
而同年，張子強亦因為搶劫運鈔車，搶得1.7億港元而入獄，兩人再次相遇喺監獄內。喺監獄裏面，佢哋互相扶持，度過咗3年嘅時間。張子強出獄後，仲幫手策劃營救劉國雄，甚至連續2次用泥頭車撞開監獄大門，並試圖喺1997年1月綁架布政司陳警官，但都冇成功。劉國雄喺赤柱監獄期間，張子強一直努力為佢爭取減刑，甚至寫信恐嚇監獄，要求善待劉國雄同葉繼歡，揚言如果佢哋喺入面有麻煩，就要炸毀監獄。雖然張子強對劉國雄嘅關心係一片好意，但亦令劉國雄喺監獄內受到額外嘅特別關照。喺監獄嘅日子，劉國雄仲要照顧喺赤柱監獄度服刑嘅葉繼歡，因為葉繼歡喺入獄時已經成為咗殘疾人士，劉國雄經常推住葉繼歡嘅輪椅，鞍前馬後，仲自學針灸，用嚟幫葉繼歡同自己醫治舊患。喺佢出獄後接受訪問嘅時候，劉國雄話佢靠呢啲針灸技術成功醫好咗自己多年嘅病痛。監獄生活雖然艱苦，但佢都揾到自己嘅方式去適應同面對。喺赤柱監獄裏面，囚犯之間亦有唔同嘅勢力劃分，例如大圈幫同本地幫會之間就經常有矛盾。大圈幫喺監獄裏嘅話事人係花柳全，而劉國雄則係本地幫會嘅代表。佢哋喺監獄裏面形成咗唔同勢力之間嘅微妙平衡。劉國雄喺1996年3月再度因為製毒販毒而被捕，被判25年有期徒刑，重返赤柱監獄服刑。同年5月，張子強策劃綁架咗香港首富李嘉誠嘅仔，成功勒索近11億港元贖金。不過，張子強嘅同黨葉繼歡後來被捕，並同樣被送到赤柱監獄。劉國雄再一次同葉繼歡喺監獄中成為同囚。張子強冇因為自己嘅困境而放棄劉國雄，佢甚至多次計劃劫獄，用直升機將劉國雄帶走，但每次都因為計劃過於瘋狂而冇成功。張子強後來更因為呢啲瘋狂行為喺內地被捕，最終喺1998年被判死刑，結束咗佢一生嘅悍匪生涯。而劉國雄嘅3位哥哥因為參與咗張子強嘅行動，亦先後被捕並判處重刑。前幾年，劉國雄刑滿出獄，佢先知道張子強喺臨死之前安排咗老婆羅艷芳將2億現金寄放喺佢手上，作為劉國雄嘅安老費。除此之外，仲有一個回憶、一個追憶、一個不可思議，象徵住佢哋兄弟之間嘅情誼同埋過去嘅共同經歷。雖然呢筆錢對劉國雄嚟講已經足夠後半生使用，但經過20幾年嘅囚禁生活，劉國雄已經同現代社會完全脫節，連基本嘅手機對佢嚟講都係新奇嘅高科技產品。面對變遷巨大嘅世界，佢決定遠離江湖，過返簡單嘅生活。劉國雄喺出獄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講，佢依家只係開間摩托車店，做正經生意，完全唔再涉及過去嘅江湖事務。佢手上依然戴住張子強送俾佢嘅鑽戒，象徵住佢哋之間嘅兄弟情。但係呢個戒指對佢嚟講，亦係一種提醒佢江湖嘅光環同背後嘅代價。劉國雄雖然話自己已經改邪歸正，但江湖嘅糾紛似乎依然冇離開佢。2022年2月18號，劉國雄喺大埔三門仔漁村同朋友食飯期間，俾2名蒙面刀手襲擊，受咗重傷。據知情人士透露，呢次襲擊係因為劉國雄同和姓何嘅光頭斌因為村屋建設問題發生利益衝突，光頭斌因此派人交勳劉國雄。呢啲江湖恩怨，似乎無論劉國雄點樣低調，都冇辦法完全擺脫。2021年12月，劉國雄曾經同朋友一齊揸車返屋企，但喺落車嗰陣，朋友俾人斬到重傷。
經調查發現，原來目標係劉國雄，而朋友只係替死鬼。可以見到江湖上嘅恩怨糾纏真係好難咁簡單了結。張子強同劉國雄嘅兄弟情係一段充滿傳奇色彩嘅故事。喺某啲人眼中，佢哋嘅情誼係浪漫同忠義嘅體現，但對另一啲人嚟講，佢哋嘅行為係對法律嘅挑戰，對無辜者嘅傷害。無論點樣睇，佢哋選擇行上江湖呢條不歸路，人生注定係一場悲劇。正如陳慎之所講，過去嘅江湖生活已經成為歷史，大家都希望能夠翻過嗰一頁，行上正途，為自己同屋企人帶嚟真正嘅幸福。劉國雄雖然曾經輝煌過，亦曾經跌倒，但最終選擇重新做人，呢啲亦係值得敬佩嘅選擇。金錢可以買到好多嘢，但係失去嘅人生、失去嘅親友，係無論幾多金錢都冇辦法彌補。劉國雄睇到呢一點，選擇遠離江湖，過返自己嘅平凡日子，呢個亦係佢最明智嘅選擇。希望佢可以繼續保持現時嘅生活方式，遠離江湖糾紛，好好享受平凡而真實嘅生活。劉國雄嘅經歷提醒咗我哋，無論係幾多榮譽同財富，如果係建立喺違法同危害他人嘅基礎上，最終都可能付出慘痛嘅代價。人生最緊要嘅係活得有尊嚴，對得住自己身邊嘅人。